我的話要麼吸引強者的心智，要麼冒犯弱者的自尊。如果每個人都喜歡你，那你可能在隱藏真正的自己。如果某件事讓你害怕，那就是你需要去做的跡象。生命是最偉大的老師，當你不學會教訓，它就會重複。聽懂一個人沒說出口的話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在不喜歡你的人面前保持快樂，這會讓他們難受。世界上最偉大的戰爭，是一個人獨自面對自己的思想。每一次日落都證明了結束也可以很美麗。有時最好的回答是一個什麼也不說的微笑。學會有尊嚴地轉身離開，那是邁向自由的第一步。當你的心平靜時，你的腳步自然找到正確的道路。當男人因為戀愛而忽視自己的目標與使命，他的墮落就開始了。永遠不要利用那顆在沒有人支持你時仍然站在你身邊的心。他們提起你的過去，只是因為害怕你的現在。當你戴上兩張面孔，你會忘記哪一張是真實的。恐懼才是真正的敵人，當你失去它，你就自由了。聽了會忘，看到會記住，做了才會明白。試圖讓別人難堪，只會讓你自己不好看。遠離那些把自己造成的問題，卻裝成受害者的人。如果你聽不懂我的沉默，又怎麼能懂我的話？學會看清人們的真實樣子，而不是你希望他們是什麼。想知道一個人的思想，就聽他的話；想知道他的心，就看他的行動。所沒有鑰匙不會被製造，同樣，神不會給沒有解決方法的問題。